首。做关联，无所唔话唔灵，要安念唔话哦，哈，不是唔是唔话，是唔话哦，哈，因为唔是话，是唔话，哈，唔话。因为我即摆是用迄个台语汉字，我较准咯，吼，因为恁看字顶个字，所以迄话看啥物人话起来安尼吼，等下你就会唱会着，你就变过。好，咱来搁唱246首。上帝听他雅会。可能大家拢真熟，上帝听他雅会你做。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将咱的手机设定做无声，咱备办心，准备今仔日的礼拜，请走吧。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学乐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厝。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天边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乐耶和华做大，三角尊伊的名做传。这是咱三角做伙来吟诗，圣诗57首，圣诗57首。愿大家学乐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咱的主，以对现行道开。
落衣服，会使伊对信仰中活化，是伊当这专业的上帝大能，伊的为了来生活好人来世人，我是圣神，圣我共教会，圣我上方做下面，肉体国化，永远的画面。阿门。请坐。咱即时参加来配用，天规配用文21篇，配用文21篇，跟着我来客，咱参加做来念。全地着摇发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感谢伊学了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这是咱三个做伙来祈祷。至圣至大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搁再一摆带领阮受恩的囝儿女来到主你的面前，阮要来敬拜学了你。阮搁感谢天父上帝赏赐阮教业的恩典，互阮的福杯满出来，互阮无欠缺，搁互阮会通行伫主你引带美好。荣耀的道路当中，主啊，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主你捌应阮，祈求就互你，敲吹就拄着，拍门就甲你开。所以，阮徛要来向主拍开阮的心门，大大开嘴，来不断向主祈求。敲吹、祈祷、感谢，阮要互伊妈为你丰盛的祝福，时时刻刻围绕伫阮的言行举止生活当中。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即时特别为着阮兄弟姊妹、大人的家庭来祈祷，求你互阮的家庭的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基督内面。团结合一，彼此和谐相听，来共同面对生活中各种的挑战。阮伫遮愿要恳求天父上帝，眷顾阮厝内的亲人的健康，互阮身体强壮，充满气力。检采肉体若有病痛、软正的，嘛求主来保守、医治、安慰。互阮的心灵拢会当得到平安。阮搁伫遮恳求天父上帝，求主赐互阮家人的家庭伫经济方面拢会当教育得到奖励，因为你所做的拢着交托交代，你所计无的就会稳当。主啊，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求主，互阮的教会充满上帝的疼，愿意来好款待弱势、送向有需要帮助的兄弟姊妹，也当互阮彼此当中互相关怀、体贴，共同来承担福音的事工甲挑战，也当发挥阮大人的本事，尽心。尽力为主来做工，来见证主你的信息甲关联，来当互更较多的人来认捌上帝，福音会当蒙恩得去。因为上帝的教会是踮伫基督耶稣来成圣、收掉、高举伊的性命的圣徒当中。因为上帝，阮搁要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祈求主你保守这个土地顶面徛起的人民，
互因拢会当来经历处理医疗的作为甲关联，互因会当愿意来高举上帝的名，也佫会当伫处理保守带领的面，当互台湾国家社会当继续繁荣进步。主啊，你的囝儿伫你的面前会祈祷无够量，愿你的圣名会当伫全地来得到尊重，直到永世代。主啊，阮即时要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三甲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成，你的天日，我的一生也是我，下面我的国度，就是我下面国度的，我的国我的一起，就对我的爱，因为我完全能够从所到的所去。阿门。这是咱三甲做伙来看，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记载伫创世记第2章24节，以及马太福音19章第6节。咱三甲做伙来读。所以，人要离开伊的父母，跟伊的母，因成做一体。来马太福音19章第6节。亲像你无搁做人，是做一体，所以上帝所配合的，人通为比。好，这时咱要请圣乐队带咱来学乐敬拜。今仔日因咧用听拯救我来带领咱敬拜上帝。心难过着仰望主，耶稣的脚丢上，一把条旁的剑。
讲道，咱们请先文牧师来讲道。今仔日所要讲道的题目是爱情红青灯。姊妹大家平安。感谢这位上帝带领，帮助咱特别来到上帝殿里，咱才来学了敬拜主，愿一切荣耀归乎主。今仔日照咱的惯例，一个月一摆的生活信仰的分享，帮助咱兄弟姊妹透过咱伫生活内面来实践咱的信仰。今仔日牧师用这个题目，较细俗一点，讲爱情红青灯。其实就是在讲婚姻的代志，婚姻的代志。爱情红青灯，我相信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捌经历过迄个爱情的甜蜜，进入婚姻。嘛有经历迄个爱情的甜蜜了后，去进入婚姻了后，都离开即个婚姻。嘛有未经历即个爱情，我相信咱在座兄弟姊妹拢有看咱的即个生活，嘛有学生。真严重的兄弟姊妹，有读书的兄弟姊妹，拢有，所以伫咱的族群内面，当然牧师要用这段即个题目，真正是绞尽脑汁啦毋知要安怎样来讲，因为讲到婚姻即个代志，敢若事上拢伫结婚的时阵才讲会到，但是较少咧讲，牧师以前嘛捌讲过，只不过是较少讲，所以咱今仔日要为圣经来学习。咱基督徒，咱对伫爱情、对伫婚姻即个方面的观念概念是啥物？我对较你会讲，可能真保守。我毋知你对保守甲开放的定义是啥物，但是咱透过圣经，咱就会当来了解。最开始之前，邀请咱兄弟姊妹三角来祈祷。听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经历。敢若亲像甲主共款迄款甜蜜的爱情，因阮的信仰的关系，感谢这位上帝，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会当透过今仔日所分享的每一则圣经节，来看待阮家己本身甲你的关系，来看待阮中间的夫妇关系，来看待阮甲阮的朋友的关系。感谢这位上帝，互阮会当去做即款的信仰反省，落实伫阮的生活内面。感恩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所以兄弟姊妹，我就亲像我拄则所讲的，每一遍我讲到即个，若讲家庭婚姻的即个议题，定定我拢会注意讲，大家看是毋是有专业的人士，比如讲即个婚姻咨商师，婚姻专家，大家看的，或者看咱在座，嘛有。即个婚姻专家、婚姻咨商师，但是你家己本身就感觉着讲，你即个婚姻即个过程会当成做一个条模范嘛有嘛有兄弟姊妹就有即款的出息所以即个题目一出来，其实我压力真大我压力真大，因为我嘛会烦恼讲讲遮多，是毋是家己会做有够，做会到，是毋是？每一位兄弟姊妹，我相信我的婚姻生活，牧师的婚姻生活，是毋是真正完美充实？也是讲有时其实我感觉我家己做得真好但是我的太太，我顺利伊做伫即方面嘛是算小可专家啦婚姻咨商而且太太提醒我啦你若家己感觉良好，自我感觉良好，安尼就算数。无论我到底做了安怎，也是做到偌完美，甲会当安尼来讲。所以有可能真侪讲到的题目，我无法度讲落去。以后无得较嘛无人甲安尼来讲到，所以有一寡议题啦真正重要。所以也是毋通讲咱大家兄弟姊妹，每一位兄弟姊妹，你我咱会当做伙来看圣经安怎讲。安尼同，嘛毋是讲标准就是咱该知影讲，圣经安怎讲，圣经的记载，伫安怎讲，伫即个圣经的假释内面，有一寡假释，无得较，咱都无一定做会到，但是牧师嘛真毋通你我咱做阵伫遮来学习。另外一方面真特别的就是，咱虽讲毋是伫咧无一定
即马伫婚姻关系内面，在座嘛有学生，我几位学生伫遮，譬如讲，有诶兄弟姊妹，也是讲先生太太嘛过身去，或者是讲还未结婚。我相信咱会当透过今仔日即个分享，咱讲信仰生活化，有简单无？其实真严格的。信仰要做正，要落实到你的生活，真严格的。这是无简单的一件代志。所以有时啊，咱会想啊，信仰生活化就是安怎，甲伊共款就好啊，甲即个世俗共款就好啊。但是拄着紧要关头的时阵，咱个表里讲，嘿，这我袂使做，敢是安尼啊？敢是安尼？毋是啦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当学着的功课，嘛会当来帮助咱的亲情朋友，咱的家己内面，咱兄弟姊妹都会使。我相信圣经内面有关即个假释，婚姻的假释真多，婚姻的假释嘛真宝贝，伫圣经内面。所以，我咧头一个要甲兄弟姊妹咱咧分享的就是，基督徒敢一定爱结婚吗？捌有人甲牧师问过这个问题：基督徒一定爱结婚吗？所以讲到婚姻啦，讲到爱情，讲到婚姻，其实咱爱思考的问题是：基督徒是毋是拢一定爱结婚？亲爱兄弟姊妹，哇，这代志大条咧吼，是毋是一定爱结婚？所以咱来看一段圣经在。这段圣经在讲，耶稣对因讲，因为有人对夫妻内面无适合结婚的，也因为有人人为的缘故无合意结婚的，而且为着天国的缘故，家己无结婚的，这话世人会当领受就领受。马来福音第19章11节到12节。所以亲爱的姊妹，咱会当看到一项代志，就是有人无结婚的原因是。因为的啦，伊想要结婚，但是人的因素无机会结婚，会较是有影咱捌安尼听过无譬如讲，一直无找到适合的人，这当然是真客观啦局势所引起的所逼，譬如讲咱伫用教会来讲好，教会通常一般来讲，兄弟较少，姊妹较侪。一般来讲，我看像咱教会拄哩啊平衡啦，感谢上帝，咱的教会拄哩啊平衡，但是咱若看其他的教会，这教会兄弟有拄是啊较少，姊妹较侪，这男女的人数无平衡，无的确无法度平安来结婚，所以有的人为天国的原因，因伫遐无结婚。我伫放假的时阵，我到教会，我拄着即个城府有即个宣教师。为荷兰来的，敢若是叫何哥呢，还是啥物？我袂记啊。这个宣教师，伊专门帮咱迄个接应。因为伊要台湾宣教，所以伊的朋友男朋友无要来，无想要来，所以伊伫遐就无法度结婚啊。一直伫遐咧等待，但总是伊为着上帝国的原因。所以，拄则咱看到即段经文内面，就会当甲咱分享，知影讲。基督徒无一定爱结婚，但是有拄时啊，伫社会也是讲教会内面对伫无结婚的人，敢若有一款的偏见，认为讲哎哟，安那会无要结婚？是毋是有问题？所以是哪兄弟姊妹，值得咱来思考一件代志，特别是即摆咱即个时代社会咧演变转变，咱看到侪侪人讲无爱结婚啊，当然咱做时代会烦恼啊。细数，比如讲咱的囝20岁到30岁啊，35岁啊，40岁啊，搁起就可能无啥要讲啊。咱会开始紧张，咱会开始紧张，一直问，每一遍通电话的时阵，就会问，有拄时啊，或者的囝20岁压力真大，无一定高效。有拄时啊，勉强结婚，反倒到最后是安怎离婚来输赢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是安尼讲，上帝对每一个人的
因带拢无共款，无相款，咱会当尽量帮助毋通结婚的这个基督徒会当找到适合的对象，减少人为造成无法度结婚的这个原因。但是咱嘛袂当对迄个无结婚的人有偏见，应该尊重因，接纳因。上帝对因也阁有上帝特别的计划、特别的目的。所以当即个离开父母，人离开父母，甲伊的某伫遐来结连，两个人将做一体。当然，这圣经会记载。所以咱看着创世纪内面，上帝设立婚姻的心意。伫创世纪内面是安尼讲。了，我上来讲，迄个人独身无好，我要为着因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伊，另外一半，另外一半来帮助伊。所以这真重要。上帝知影讲人独身无好，所以要用这个配偶伫遐来帮助。有倒时啊，咱的另外一半，你的先生还是讲你的太太，感觉敢若无心情帮助的越帮越忙。有倒时啊，咱倒转，无得确实来捣乱的。所以婚姻一开始的设计是，毋通讲两个人夫妇两个人会当互相帮忙、互相配合。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嘛会当安尼来思考一下，讲咱是毋是愿意家己成做咱另外一半的帮助？咱毋通去检讨别人。因为圣经是读互家己听的咱来知影，圣经读互家己听，咱会当而且来思考，思考啥物最近我的丈夫，还是讲我的妻子太太，是毋是有啥物特别需要帮助的？咱是毋是会当搁一边来学习，成做咱的另外一半的帮助？好，咱搁来看另外一段圣经在内面，安尼讲，因为安尼人要离开父母甲某伫遐来，妻子连结合结合，两个人成做一体。创世纪第2章24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对遮会当看到一个重点，真重要的重点就是夫妇的关系比啥物？比亲子的关系搁较优先。这真重要，咱知夫妇的关系比咱甲囝儿的关系爱先大先。所以离开父母，并毋是否定伫遐无爱照顾父母啊。毋通袂记你10条戒安嘛，第5戒孝敬你的老爸老母。所以伫遮特别来强调的是讲婚姻的关系爱放伫个亲子的关系的头前，这真重要。亲爱兄弟姊妹，有拄时啊，咱拢为着我拢为着我的囝、我的查某囝、我的囝，伫遐拼命打拼，煞袂记你安怎？你的翁、你的太。所以伫即个过程，兄弟姊妹，这是真重要，爱放伫个夫妇关系，爱放伫亲子关系的头前。为什么圣经爱咱离开父母咧？人要离开父母，为什么圣经爱咱离开父母？因为人若无离开父母，无得拍，你无法度独立会中大生命。一个人一世人拢安尼无法度照顾家己，无法度家己做决定。安尼会互父母真烦恼，是毋是？这是咱台湾的传统文化内面所做成的。有拄时啊，咱会讲看到遮个囝儿40结婚了讲拢总完成啊，但是后来咧，后来佫有孙佫开始保育真多。毋若咱教会兄弟姊妹咱若做甲阿公阿嬷，咱就会通去了解即个过程。所以父母大部分袂一世人伫遐照顾囡仔，所以父母的责任毋是互囡仔拢一世人伫遐来倚靠父母，是爱帮助咱的囝儿长大成人，家己独立。所以特别我做牧师，我嘛是牧师囝，我会记印象真深。我细汉的时阵，爸爸妈妈迄阵拢流行分团单，所以因一天到暗拢去迄个社区，因为爸爸妈妈要开拓的时阵是新的教会，这安尼拢无人，就爱去分团单，伫时迄个所在。我印象真深，我细汉国头1年因为我乐区就有，
我一年我都会晓家己坐公车，对延平北路5段坐到延平北路3段2段遐，为时啊坐到太平国小。我一年啊开始家己坐公车，我安怎坐，我就看到人迄个穿迄个学校的制服，我共款的，因上车我就上车安尼，因落车我就落车，一遍2遍3遍，我一年安尼就过来就知影。过来我升2年级，阮小弟1年级，共款我就安尼带伊，2个人靠，对延平北路5段，靠到延平北路2段遐，太平国小落车，6年拢安尼。我感觉一寡独立的习惯就开始养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婚姻的关系内面，离开父母独立大汉，搁较重要。有一本绘本有一本册，这有好几版，一套内面也有可能你讲鳄鱼爱上长颈鹿，这本册真特别，这个绘本。这个绘本讲到一个鳄鱼甲长颈鹿伊结婚的故事。伊结婚了后，先爱住伫个酷皮的厝。结果长颈鹿安怎？长颈鹿台语安怎讲？有人知无？麒麟鹿。麒麟鹿麒麟鹿麒麟鹿结果这个因结婚长颈鹿伤悬啦咱知影长颈鹿当阿妈滚啦阿妈滚真长，所以酷皮伊无法度安尼容因的厝无法度容纳长颈鹿的头安尼，所以长颈鹿将伊的头伸出去外口，烟囱外口的所在，结果大家去厝内面的时阵，酷皮安怎样看找拢找无着长颈鹿的头，长颈鹿也无法度找着酷皮安尼，因为安怎？因为伊头伤长伸去烟囱外口，后来佫搬去长颈鹿的厝内住，结果因为长颈鹿因兜的桌啊伤悬酷皮连食饭拢无法度食。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若即个故事，互咱看，这是咱伫婚姻内面真重要。咱伫婚姻内面拢会拄着的问题，因为是啥物款的问题？就是两家的文化无共款对不对？生活拢无共款，真侪代志、真侪做法拢无共款，真侪毋是对错的问题，毋是对也是毋对的问题，是大家拢较习惯家己厝内面的做法，所以住做伙的时阵，就真紧拄着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习惯的问题。一个故事嘛，安尼讲，一个太太伊要煮即个烘鸡仔，规只鸡仔，伊每一遍烘规只鸡仔，拢爱甲鸡头、阿妈骨剁掉，腿嘛剁掉，心嘛剁掉，剩一只鸡仔的身躯安尼，家己烘安尼。因先生感觉奇怪，你哪会逐遍烘鸡仔拢要安尼做？后来问才知影讲，原来因兜的烤箱较细只啦。烤箱较细，所以我爱每一遍料理的时阵，爱将鸡头啦、鸡翅啦、鸡腿剁掉安尼，剩鸡心甲倒入去烤箱。无打算结婚了后，迄烤箱是安怎？较大。所以文化习惯，那一直安尼来生活的时阵，就真紧拄着即个问题，因为大家拢较惯势家己厝内面的做法，所以住做阵的时阵，就会拄着问题。所以绘本这本册内面，最后安怎解决的，就是因重新起一间厝，新的厝，餐厅设计游泳池，因食饭的时阵，就伫游泳池内面凸出头，伫遐来食饭安尼才会当真正看到对方伫遐来食饭。所以这书，这个麒麟鹿长颈鹿，甲酷皮，因拢无想要离开因父母留互因的文化。安尼敢会幸福？安尼敢会幸福？所以一定会冲突真多。所以其中一方若无愿意离开父母，完全遵照即个原来的家庭的生活的文化，结果就是伊家己感觉真自在，但是另外一半真痛苦。亲爱的姊妹，伫华人的社会中间，咱知影一个真重要，也是真难叫的代志，对毋对？大家媳妇对毋对？婆婆甲媳妇，
因拢常常爱适应一段时间，甚至是一世人拢真痛苦啊！是因为社会对你新妇的期待就是，你是安怎嫁入来阮兜啦，是毋是？你是嫁入来阮兜，你爱适应阮的文化。新妇的痛苦，毋是因为大家大官有啥物无毋对，是因为咱家庭的文化差太济。无带做阵的时阵，会当阁有空间会当相听，但是带做阵了后，连安怎去便所，去灶骹，拢爱用相反的冲突无要较，就开始愈来愈厉害，愈来愈济。所以圣经的教是会当互咱兄弟姊妹认真，咱搁一遍来思考。夫妇本若会当认为本来即个家族的文化，我咧讲是文化，做伙创造一个新的家庭的文化。真正会当真做一体。即款的婚姻，才会当对两个人拢转幸福，两个人拢转幸福。讲到大家新妇的即个关系，其实亲爱的姊妹，我真佩服我的妈妈。伊不但无造成我婚姻的困扰，反倒佫真做我的同在安尼。我细汉拢较黏伊，我应该是算较黏妈妈迄款。因为迄个细汉的迄个过程中间，拄时啊你来独立，拄时啊你来搁念妈妈，伫即个来回的中间，当然结婚了后，因为误会的关系，所以阮就一定爱搬出去。我的小弟因缘甲阮老爸老母住做伙，但是安怎？自从阮小弟结婚了后，伊就讲恁当怎搬出去？伊就甲阮爸爸做阵，住即个泸州的所在，安尼就好。即款的做法。两个的新妇甲新妇的关系拢真好，拢真好。虽然伊今仔日无来伊感冒啦，今日无来，当厝里好。我妈妈阁有一招阁较厉害。一般夫妇咧冤家的时阵，爸母拢徛伫咧家己的囡仔即边遮，新妇也是讲囝婿，反倒等无法度照顾就对了。差不多一般咱看社会，大概拢是安尼。所以，本来嘛会当帮助囡仔解决婚姻的即个问题，反倒等互即个婚姻更较严重。我甲阮吴孙女咧冤家的时阵，我的妈妈拢是踮伫我一边，伊拢徛伫咧阮太太迄边甲伊做阵伫遐检讨我，检讨我，即招非常厉害，亲爱兄弟姊妹。这真好，连我的太太都真娱乐呢。真正真做婚姻的祝福。亲爱兄弟姊妹，我的意思毋是基督徒结婚一定拢爱搬出去啦离开父母，无一定是空间顶悬的，无有带做阵，嘛可能是无法度独立。但是父母破病的时阵，咱嘛无法度选择一定爱做阵伫遐来照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所要讲的就是，咱会当把圣经这个婚姻的关系优先顺序，无论是毋是带做伙，拢会当学习要安怎去尊重你的囝儿4岁迄个新的家庭的文化，对囡仔的婚姻真正会有帮助。所以婚姻内面真特别，伫迄个爱情的追求的过程中间，咱嘛会当学习一件代志，就是迄个顺服。迄个顺服，所以咱过来看圣经一段经文，安尼记载，要尊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要尊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段真重要，这段提调，可能就当中走进去做某的你爱顺服家己的丈夫，敢若亲像顺服主，因为丈夫是某的头，就敢若亲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伊阁是这身躯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某嘛爱安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以弗所书第5章21节到24节，当然即个背景时代，咱会当知影是迄阵以男性主义，以男性主义。所以这段经文咧讲一个真特别的讲即个妻子应该爱来事事顺服丈夫。咱可能会想到一件代志，讲真正敢是安尼？在座的姊妹，恁认为的这段圣经节，我有看到开始有人摇头啦，有人摇头。所以有人会讲，牧师啊，若
先生做一个真白目的决定，啊，我做某个嘛爱顺风啊，会较是有影吼，讲安尼，哦，所以伫即个强调男女平等的即个时代，即段圣经咱读起来就怎啊，感觉真奇怪，对不对？我感觉真奇怪。哦，特别我有师娘诶，即个娘家伫咧花莲，啊花莲咱知影嘛有真侪阿美族的原住民，哦，因是安怎？因是母系社会哦，哦，大家家长拢是有恁人哦做主。听讲吼，因结婚的时阵，礼拜的时阵吼，因有要求牧师讲绝对袂当讲一段圣经在。哦，伊伫因的文化内面，丈夫爱顺服太太甲叫，较是有影吼，较是有影。哦，所以而且我听过有人讲，即段圣经的解说，伊讲丈夫是即个太太的头，哦，但是太太是阿妈棍。哦，啊，其实吼，阿妈棍才是控制头的方向，较是有影吼，阿妈棍。所以反倒当是丈夫爱听某。当然哦，这是玩笑话，在讲玩笑话。圣经袂当安尼黑白解说，吼，黑白解说。所以伫圣经内面做头的并无一定是真好做。咱来比耶稣讲，哦，你要将做头，领袖就爱先学习做啥萝卜。耶稣家己是安尼讲，所以伊体温度世界，伊先家己来顺服。所以伫婚姻的内面，做头也是安尼爱学习去做萝卜，顺服即个家庭，顺服即个家庭。所以另外一方面，才有讲到哦，做家后的哦，做家后的怎样凡事顺服即个丈夫。伫即个过程中间，即句话的原文内面其实是无有顺服这两字，这是后来加进来。哦，我去查考遮个出解册，我才发现讲，哎哟，以前拢讲毋对去啊，咱拢一直讲安怎顺服，哦，拢讲顺服做大事，其实伫原文的意思内无有顺服这两个字，其实是先接头前即句，爱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安怎顺服，是伫遮。彼此顺服，毋是干安怎？所以吼，我咧讲，即个圣经咧写的过程是以当时的文化，男性主义咧写的即个过程。所以咱来清楚知影讲啊，原来圣经是安尼记载。哦，这其实是爱删掉，哦，是伫咧即个头前遮真重要。哦，这是延伸的啦。哦，彼此爱学习，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哦，所以爱尊敬为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哦，啊，到后来的教士当然是袂当分开的。哦，所以互相顺服是爱即个教士的基础。哦，所以当咱互相顺服，用互相顺服的观点，伫咱来看过来的教士的时阵，咱来发现即段经文毋是要爱即个爱太太听先生的。后面也是讲啊，爱先生，嘛是爱先生安怎？爱听太太，哦，顺服嘛是听的一款的表现。所以这是完全倒摆吼，咱爱即摆爱搞清楚，哦，爱搞清楚，哦，这因为听先生爱顺服太太，哦，安尼真正是真实的顺服。哦，所以这种顺服、互相顺服的教士，伫即个时代，无得较咱会感觉讲真特别。但是伫迄个女性无办法接受教育，无办法工作，无有地位的迄个时代，真正无简单。所以吼，其实圣经是行伫迄个时代的头前，咧教示因当时的遮个兄弟姊妹，哦，啊，咱伫即个时代较可惜，无好好啊研究，也是讲去深入去了解思考，啊，圣经比较讲有做圣经的翻译的过程中间出差错、出问题。原住民语嘛帮助咱，哦，原住民嘛帮助咱，这是真重要。所以互相伫遐来顺服的过程，最后决定要听谁人的。其实要听谁人的毋是重点，重点是互相顺服的过程表现出啥，真正会听啦。亲爱的兄弟姊妹，哦，这咱定定做袂到。
是毋是？包括讲咱囝儿甲爸母中间，嘛是常常有拄则做无法度做的。因为安怎？我拢讲，我要对你好，我是为你好，我是听你，我是为你好，咱安尼来做，但是咱对方却无安尼来感受。有拄时咱咧沟通的过程中间，都常常发生即款的问题。咱男女咧交往嘛是会共款的，其实拢共款。迄个过程中间，所以当咱搁一遍来看即段经文的时阵，咱会当做阵来思考，做阮咱伫婚姻的内面，咱甲兄弟姊妹的关系的中间，也是讲咱甲上帝的中间，有啥物代志会当互咱学习、顺服甲尊重。圣经毋是摕来要求别人顺服哦，亲爱兄弟姊妹，是爱来伫遐来检讨家己，由上帝引带咱做阵伫遐来成长。所以伫婚姻中间的听，咱搁继续看，咱搁来继续看。做丈夫的，你爱听家己的即个妻子某，就敢若亲像基督听教会，为着教会放下家己。丈夫等同照安尼来听伊的某，就敢若亲像听家己的媳妇。以弗所书第5章25节到30节。亲爱的姊妹，即个重点就是爱听家己的另外一半。咱延伸到即马即个时代，就是咱听另外咱的另外一半，就敢若亲像啥？敢若亲像基督听教会，为着教会牺牲家己。所以，咱愿意牺牲家己来配合家己的另外一半吗？咱的伴侣吗？咱的配偶，咱愿意为着家庭牺牲家己的权利，牺牲家己的习惯，牺牲家己伫工作顶悬的成就。有拄时咱有牺牲，但是牺牲了后安怎？开始谢谢了，是不是？因为感觉是我互你白，但是。有怨恨的牺牲，毋是真正听的牺牲。怨恨会累积迄个怨恨，迄个负面情绪一直累积，到最后造成更较大的伤害。所以圣经顶悬的教示，耶稣基督的牺牲是无有怨恨的、完全的。所以即款的听的牺牲，甲真正对家庭有帮助。大家咱做阵来学习。所以正都有讲到，即段经文内面佫讲听。就是听家己啊，听另外一半就是听家己啊。将来无人有听就是听家己啊，将来无人有怨恨家己的身躯，总是保养疼惜，就敢若亲像基督款待教会同款，因为咱是伊身躯的遗体。亲爱兄弟姊妹，原文内面这个保养，保养爱惜，保养，这原文内面的保养意思是养饲啦，喂养养饲，供应伊的需要，毋是干那只有金钱，包括感情，等等无的需要。所以咱爱认真来思考，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有疼惜家己的另外一半？咱是毋是有保护伊无受伤害？咱是毋是有供应养饲因各方面的需要？当咱的另外一半表达因的需要时阵，咱通常当作无听到较济。因为男性甲女性认为重要的物件，其实差真多，差真多。有时我才做牧师安尼20几年我定定因为我拢会较晚睡。我的囝甲牧师娘拢小可会较早睡一点。有时我拢等因困去我房门安尼拍开看我就看牧师娘伫遐咧困。心内面就有真多的 sorry。有时牧师娘嘛会想讲老公恁今仔无代志还好，时间还可以，咱来去踅踅街仔，踅踅行好无？我拢会讲，好啦，等一下。我会记我的老师捌讲过一句话，伊讲等一下就是永远不。安知等一下就是永远不。所以我有拄则有真多会开想。定定因为牧会的关系，
咱必须知影讲家己的属灵是啥物。我嘛相信我的厝内面的人拢知影属灵是啥物，但是有拄时啊嘛是会有即款的感觉走出来，讲想要看到特别看到咱的兄弟姊妹，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家庭生活，拢真好的见证啦吼，比会当做牧师真好的见证，会当去全家去外口伫遐来旅游，有人讲牧师你嘛会使啊，但是真正较实有影，我做牧师也是讲。牧师的家庭，我做牧师囝细汉嘛是看到爸爸妈妈安怎样拍拼在牧会，比讲即个教会的过程中间，当然有主怜悯啊，有主帮助，所以我拢会听这牧师呢，也是讲养了这嘛，就是共款，伫遐看一个，当伊较细汉的时阵，佫会甲偷浸一下，即摆无法度，即摆遮大汉啦，你讲会恶心死人。但是安怎，就是即个过程，即个兄弟姊妹，当咱爱真正爱表达出来，是毋是咱有做着保护？所以讲到遮，我毋敢佫讲落去啊，真系兄弟姊妹。我感觉家己应该当然佫好好检讨一下，圣经内面所讲的教师，用讲的较紧比较容易。真正要做到，真正真困难。但是咱会当求上帝帮助，咱做阵来交托来学习。将咱的婚姻，将咱的爱情观，所以爱情红绿灯其实应该是毋免介意，啥物叫做你爱刹车啊？是毋是？即马外遇的问题很多啦。我知影，我相信，甚至嘛可能嘛有，伫咱的教会可能嘛有，我毋知影是毋是有可能。即个问题真多问题，比如讲青少年咧做交朋友，也是讲你适婚年龄啊，你要交朋友的这个过程，其实。牧师伫知影，你毋免加讲说，因为咱拢其实拢知影，这拢袂当通做。婚前的性行为，这物件是毋是符合信仰的价值？当然，这物件若严格讲起来，拢是不符合的。但是伫即大环境内面，你要安怎用把持得住？所以原著事后麻烦咱，我这边参加一个我的。学弟，嘛是做牧师，因为结婚的礼拜，因有顶一首华语的诗歌，新信诗的诗歌，新信诗结婚因竟然顶迄首，我带一个，我嘛感足奇怪安尼，所以我就问伊，您今倒是您今，我不知明日将如何。结婚讲顶即首诗歌咧唱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听过啦继续，继续诗歌。我不知结婚竟然经这首诗歌呢，所以我看到这个歌词，当然我真熟知影。我感觉真奇怪，这首敢适合伫咧婚礼办吗？一般婚礼咧唱的祝福的诗歌拢是啥？祝贺新郎新娘呢？哪会唱这首我不知明日将如何呢？意思是结婚了后，毋知要安怎吗？好像这样亲爱的姊妹。但是我感觉这首诗歌对这个时代的结婚真贴切，因为即马离婚率实在是愈来愈侪。婚姻其实毋是一条真简单的路。当初咱结婚的时阵，我相信伫迄个过程中间，每一位兄弟姊妹拢嘛捌经历过真侪的烦恼，甚至结婚了后，有得甲烦恼更较侪。为什么因我这个学弟会当真勇敢伫遐来做这个结婚的决定？而且后来因佫生几仔囝，我听即摆第4个啦。牧师即摆少年的生第4胎安尼。所以因为咱将咱的婚姻甲未来，实际咱也会当完全交托互上帝，一切拢互上帝领带甲带领。虽然咱毋知影明仔载会安怎，会发生啥物代志，是毋是会冤家，是毋是会生佫较侪囡仔，是毋是会拄着困难甲危机，但是伊即条歌讲，我知影上帝掌管一切，所以安怎，我们不用担心。有拄时啊，咱家己的婚姻，也是讲咱囝儿4岁、孙仔的婚姻，亲戚朋友的婚姻，咱会感觉着讲真烦恼、真担心。但是伫上帝内面，真爱兄弟姊妹，咱来学习即款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因为上帝咧看顾，
只要咱认真学习、遵守圣经的教示，伫上帝的帮助顶悬，咱好好啊，伫遐经营婚姻的生活。其他的咱就交托互上帝，上帝会当伫即个婚姻充满失败的时代，互咱人生搁得到快乐，人生得到盼望，引带咱勇敢行头前路。好，讲到这，我相信这个爱情红绿灯对咱来讲是清楚，再也清楚不过了。最后，要讲咧，咱兄姊妹看两段的经节，来做结束。一段经节是我真爱的一段经节，这嘛是我甲上帝的关系。我每一个看到这段的经节，我就真多的期待甲盼望，有真多的感动。这段经节是安尼讲：雅各书8章第4节，伫雅各书内面有三段，拢是在讲这个。而且写讲，亚罗撒冷的进入主啊，我托付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哇，最后一句话我同感动，单依家己真愿。亲爱的姊妹，咱甲上帝的关系其实是常常伫咧即个过程。上帝定定袂惊动我们，伊定定袂叫醒伊所爱的人，伊互咱人有自由的意志。无论伫婚姻的过程中间，无论伫咱甲上帝，其实嘛是一款婚姻的过程啊。咱甲上帝中间迄个爱情，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毋是姜太公钓鱼，毋是，是啥？今仔日是信心感恩节，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去经验、体会着信心伫你心中所做的快乐。上帝定定无要惊动我们，也无叫醒咱所上帝所爱，但是等伊家己真愿，上帝甲咱合作。伫婚姻的过程中间，伫爱情的过程中间，其实是上帝甲咱合作。所以，有即段经文，今仔日咱看到，马太福音第19章第6节，既然安尼，夫妇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也当分开。我师娘伫教会做婚姻的辅导的过程中间，常常拄到侪即款的状态，无论是青少年咧追求爱情，无论是咱年长的兄弟姊妹咧追求即个婚姻做伙的过程中间，我师常常用即段的经节，甲兄弟姊妹做勉励，嘛用即段经节做结束，毋是两个人。亲爱兄弟姊妹，咱伫教会内面的时光啊，毋是个体每一个。有拄时咱嘛会当干甲想做是夫妇的关系。当然，咱爱知影迄个夫妇关系毋是啥，毋是真爱，是阮互相共同，咱会当安怎成做一体。甲上帝嘛是共款，咱成做一体，主要的目的是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嘛。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个人咱甲咱另外的。伴侣配偶的迄个过程，咱甲兄弟姊妹，咱甲咱的朋友，咱甲上帝，拢会当有即款爱情真实的甜蜜。因为咱听伊，咱无要惊动；咱听伊，咱无得较会叫醒。咱爱等伊，守候着他，为他祷告。我相信信心会带来大快乐。愿主赐福，完成咱今仔日对即个议题会当有更较侪的思考，才咱三个按头来面对。台湾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真正阮毋知影明仔载会安怎，会发生啥物代志，是毋是会冤家，是毋是会有更较侪的问题困难，是毋是有更较侪的灾祸，是毋是有更较侪的危机，是毋是有身体欠安？主啊，阮知影你掌管一切，阮毋免烦恼。有时，阮家己本身对伫阮家己的婚姻，对伫其他阮囝伊事实的婚姻、交朋友的状态，拢会模糊无明，拢会无清楚。但是主，阮感谢你一直用迄个陪伴的态度来陪伴阮，来启示阮，来教示阮。主啊，
伫即个新约的时代，伫即个稳定的时代，阮感谢你，差派圣神保惠师，搁一遍帮助阮，开启阮的心眼，会当互阮的心甲上帝你搁地搁三回。主，阮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对伫婚姻，阮继续前来跑走，毋通是干那搁在靠阮在座，干那剩一个人伫世间的生活。总是阮感谢上帝，好吗？会当互阮感受到，甲你有迄款甜蜜婚姻的关系。感谢你的上帝，因带帮助阮，祝福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阮是毋是独身，无论阮是毋是已经结婚，无论阮是毋是有搁较侪各种的即个方式，主啊，阮特别恳求你来帮助阮，祝福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互相体会，互相勉励。互相经历迄个婚姻的甜蜜，安尼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即是用灵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因为圣诗246首，圣诗246首，上帝听候胜过一切。咱请起立来领传信。
时来报告，咱先开周报。东港厨房的部分，咱请有服侍的东港，请你弟来看。咱来看，下面本会消息。对面聚会人数甲奉献的金额，请咱家己来看。本会消息第一，今仔日中午12点半要召开幼稚园的董事会，请有关的同工有热心来参加。第二，地主日要举行圣礼典，台语甲华语要分开来举行。会中有幼儿室，幼儿是潘雨金，弟弟吼，伊的老爸是威廉，伊的妈妈是钟，第三，地主日下午1点要召开第二个共济会，请同工有热心参加。会中要请家庭妇女团体来列席来报告。第四，地主日信徒拥有的课程，丰盛生命第57，学习行走。邀请兄弟拥有来参与。第五，报道树小组伫5月21、5月28、6月14、6月11、6月18、6月25。周日就是礼拜日下午1点半到3点半，伫幸福会馆有幸福小组。即届的主题是医师甲找着欢迎邀请新朋友来参加。第六，社区打结合，甲幼儿大班要伫6月14，礼拜日下午2点要伫3楼举行音乐会。邀请咱兄弟来共同参与。6月14是后礼拜所以伫后礼拜的礼拜日下晡2点，咱兄弟若做完会使礼拜中昼食一个饭，小休困一下，咱伫2点伫咱的3楼。要举行音乐会，请咱兄弟大家踊跃来参与。第七，本会协会定伫6月11，礼拜日下午2点要举行名人的讲座，咱邀请廖雅慧姊妹音乐见证的分享，这嘛请咱兄弟踊跃来参与。第八。如果咱兄弟也未摕到奉献证明的，或者包括旧年圣诞节的爱文献这个证明，如果你若还未摕到，你会当来干事来摕第九，台北中会妇女施工部定伫6月13拜六上午10点。伫三重埔教会要举行西区感恩的礼拜，咱邀请咱的兄弟踊跃来参与。若要参与的，咱贵宾即事来报名。6月13是后礼拜的拜六好，来第10牵过来。教会每个月拢有寄有即个大岛的批咱即个批要安怎寄互咱的兄弟姊妹咱请咱兄弟姊妹按照你家己的需要比如讲你若有咧用电脑的会当寄电子档互伊就是讲你较无咧用电脑的你来看纸本的你嘛会使咱教会来甲咱讲咱就照你的需要来甲你来寄互你你这安怎的需要？请你伫咱的公布栏顶来登记看你是要邮寄，还是要直接摕纸本，或者是要用迄个电子档
请你来甲阮讲者。好，OK。在敬拜团要伫6月到8月这个当中，要举办义达贝斯甲爵士的初阶的课程。那么名额有限，欢迎咱的兄弟姊妹，如果你有注意，你嘛该来报名。那么你要报名，那么请你向这个敬拜团的团长志祥兄弟，或者是咱两敬拜团的团员来报名。下骹有一个 QR code， 你会当扫这个 QR code， 去了解一下。好，来下面关怀台岛的部分，那么伫处理静养的兄弟有谢惠理、杨玉珠、文香姐，个陈旭长老，个林建志、林德修、郑明霞、罗金丁、徐建宇、林李珠、苏绵雨店。兄弟姊妹吼，那么大年有文德兄、姚卫新、李世莲、变的妈妈吼，白许秀英、林长兴、来金吼，咱来回因来祈祷吼，回因来需要辅助来义理。下面这个方面的报告，咱请家己来看，好，来咱请老师。兄弟姊妹，咱要注意一下，第7点啦，第7点就是咱后礼拜，后礼拜日下晡2点，咱这个协会有举行这个名人讲座。了解各位姊妹吼，你若上网去看，其实伊有真多作品伫咧网络顶发，伊是台湾新人音乐系毕业，了后这算我的学姐妹妹。学姐妹妹，所以伊阮伫学校读册时阵，拢有熟悉，伊对音乐的曲风，真丰富。伊伫天韵，捌做过主唱，天韵诗班捌做过主唱，所以伊后来有得到这个钢琴，甲这个罕见疾病，所以伊要来咱教会做见证，伊即马有拄时啊看伊的脸书，突然爱去急诊。所以伊的性命是上帝将安，伫迄个过程所以要来做见证，邀请兄弟姊妹，咱拢做阵来参加，真热，真热，搁离大桥路搁较热，真热，伫遐伊真好的歌喉，真好的歌喉，咱就邀请伊来做音乐见证安尼，所以兄弟姊妹邀请来参加再来是即个普鲁士广播6月13日，这是即礼拜。是即礼拜拜六，抑佫有名额，咱会使报名请咱姊妹姊妹来踊跃参加。伫咱的舞会三重埔教会是咱的舞会伫即个三重埔遐咱伫遐来举行，邀请咱西区兄弟姊妹来做阵来参加。以上关怀台岛的部分，咱继续为着遮个兄弟姊妹来祈祷特别为着曾文德老师伊是为卢长老的大姐夫。即马较危急因即个气部一直降降，因未拍算要试车，所以伫迄个决定的过程真辛苦，所以咱特别为咱祈祷。即马急诊伫咧台大医院急诊室，伫遐咧等病床，不确诊，所以这个70岁左右，所以有注意力，这真较紧急，咱为来祈祷。其他像林长青兄弟，这是咱的干事的爸爸，即摆已经试车伊精神拢真好，敢若呼吸较无法度，所以咧锻炼，所以都爱试车，伫咧家己基督教片，咱特别为伊来祈祷。马来金兄弟特别出名嘛是气部的问题，无法度呼吸顺畅，所以可能回来了拢爱戴氧气面罩，所以较辛苦。伊是对即个特别巧气病危上帝甲救着。本来肾衰竭、肝脏衰竭拢衰竭，但是后来慢慢恢复。所以即马就去找即个气部，咱特别为来祈祷。伊拢坐轮椅，伊敢若剩一支骹尔，拢坐轮椅，伫咧台语场、华语场，伊拢会来礼拜。伊身躯若拢 OK， 就拢会来礼拜。是讲天气好，就拢会来礼拜。拢坐伫后面迄个所在，即个阮厝边的遐去，不能住。咱特别来关心伊，为伊来祈祷。
的。哦，即书你若要甲探访，你找无书，会当去甲看，会当去甲看。咱好来遮个吼缅语嘛是继续咧治疗，咱嘛特别为着缅语来祈祷，主多修，帮翻译。以上安尼报告。有其他的报告无？好，咱即是来看今仔日的经句，记载伫马太福音19章第6节，咱做伙来读，后一摆就好。好，咱即时来上映圣诗590首，圣诗590首，俄勒天父万福本源，咱请起立，专心。对即时直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岛聚会，咱请伫后座了，要三角做伙来行平安礼。Gracias.